大家若果覺得好睇嘅又或者覺得幾有趣味嘅，幫到你嘅，咁都請你喺下邊咧係俾個 like 我啦，又或者係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你嘅支持就係我嘅動力。咁喺睇嘅過程裏邊，若果你嗰樣貨品又或者係嗰個環節你冇乜興趣嘅，咁你可以隨時留意住右下角呢個位咁會有啲信息話俾你聽，下一節或者下一樣貨品咧係可以去到條片嘅幾時幾分嗰度可以揾得到，令到條片可以唔使太悶啦咁同埋咧就喺呢條 YouTube 片下邊嘅一啲説明嘅部分裏邊咧咁你亦都可以揾到個目錄嘅咁若果你係用電腦上網嘅咁你用 browser 裏邊嘅嗰啲 YouTube 咧，咁你可以揾到喺説明部分裏邊嘅嗰啲時間，咁你只要咧係 click 佢咁佢直接就會帶到你去嗰條片嘅嗰個環節裏邊噶啦。咁喺我以後拍嘅嗰啲片裏邊咧，我都係用呢個方法盡量希望節省大家嘅時間，就係揾到大家有興趣嘅嘢去做咧。好啦，今日又係2016年3月2號啊！咁啊，琴日咧喺一個識咗幾廿年嘅老友手上咧，就攞過佢嘅電腦咁啊，幫佢整電腦，順便咧就係幫佢個電腦提速希望變到個 Windows 咧飛咁快。咁啊，順便都同各位網友分享下啦，可能好多人都知，甚至已經做咗噶啦，改咗噶啦咁就係點樣可以將一啲陳年電腦都變到好似飛咁快咁爽呢？咁啊，其實咧係好簡單嘅啫咁啊，今日我就提供其中一個方案俾大家參考下。好啦，咁啊，其實咧我就係幫呢個老友咧就同佢加咗一部 SSD就重新裝過個 Windows。咁 SSD 係咩嚟咧？ SSD 咧個全名咧就係 Solid State Drive。咁中文咧就一般譯做固態硬碟咁係咩嚟嘅咧？其實佢就係都係類似好似你影相啲相機或者手機裏邊嗰啲卡咁上下嗰啲嘢即係都係電子化嘅一啲儲存資料嘅媒體都係利用快閃記憶體去儲存資料。咁不過咧固態硬碟咧呢個 SSD 咧就再加多咗一啲控制晶片，裝咗落電腦之後咧，佢就強制個電腦咧就將呢個 SSD 咧係睇成為一般嘅硬碟咁樣用。咁點解要轉做 SSD 咧？ SSD 同我哋以前一般用開嗰啲硬碟究竟有咩分別咧？咁一般嚟講咧，以前傳統嘅硬碟咧裏邊其實係有啲碟片嘅，亦都有磁頭嘅。咁當佢裏邊嘅嗰個磁頭或者一個磁針啦喺度做緊一啲存取資料嘅時候咧，如果呢個時候你震到部電腦，震到個硬碟咧，咁寫嗰啲資料就可能係冇噶啦，受影響噶啦。而寫緊資料嘅嗰個硬碟嘅區域咧，都可能會受到啲永久性嘅損害。而 SSD 咧就冇呢一個咁嘅限制，咁因為佢係電子化啦，咁所以喺對輕微震動嗰個敏感性方面咧，SSD 就有呢個優勢。簡單啲講，即係當你震動到個電腦或者震動到個 SSD 嘅時候咧，佢受到嘅影響咧其實係好少，就即係等於你插咗張記憶卡喺你嘅手機或者喺你嗰個相機嗰度嘅時候，咁你攞住嚟影相拍片咁你都係喺度喐動緊㗎啦更何況電腦係基本上係固定咗喺一個位置，你唔會喐佢咁兩者之間第二個分別咧就係喺個速度上高。咁因為傳統嘅嗰啲硬碟咧，佢存取資料咧其實係靠一啲物理嘅作用嘅，即係話佢裏邊咧係會有一啲碟片嘅轉動啦，會有一啲磁頭移動去不同嘅位置，喺唔同嘅磁區度存取資料啦。
咁呢啲咧其實係需要時間嘅。而 SSD 存取資料咧，其實係靠一啲電子信號啊，即係嗰啲0011嗰啲咧啊。咁所以理論上咧，佢存取資料咧係好快，同傳統硬碟嗰個速度比較咧，你可以睇成為好似巴士同飛機之間嗰個速度嘅分別。咁講到 SSD 係咁好嘅，咁點解唔佢發明咗冇耐之後，所有嘅電腦都淘汰咗傳統嘅硬碟，轉晒用 SSD 咧？咁最主要嘅原因咧，因為傳統硬碟咧已經係發展咗好多年，技術係非常之成熟，而佢嘅容量咧係以 TB 計嘅啦，個容量咧係非常之大，而且價錢咧亦都好普及、好平，咁啊好適宜我哋咧係儲存而家嘅一啲高解像度嘅相啊，或者係1080P 嗰啲高清嘅片啊咁樣。咁當然亦都唔少得就係近年好多嘅朋友咧都會係聽歌啦，喺你個電腦裏邊都儲存咗好多好高音質嘅 MP3， 甚至係一啲無償嘅音樂，例如 FLAC 啊咁等等。咁而 SSD 咧嗰個價格咧近年都有下降噶啦，不過未係普及。咁如果你要買翻咁大容量，價錢方面講緊咧，如果你係要買一隻128G 或者120G 嘅 SSD 咧，可能係要300-400蚊。如果要買一隻256G 嘅 SSD 咧，可能係要500蚊左右。所以其實除非咧你係為咗要追求呢個速度，你又唔介意出好多嘅錢去買 SSD 嚟儲存呢啲多媒體檔案。如果唔係咧，用 SSD 嚟儲存呢啲 data 咧，暫時嚟講咧係唔係太實際嘅。一般你安裝個 Windows 系統同埋嗰啲程式，加埋你儲少少嘅，譬如啲文件啊嗰啲資料咧，大約係64G 以下嘅，唔計話嗰啲比較亞位嘅，例如啲高解像度相片啊，或者係啲影片啊咁樣。咁所以我咧都會建議佢哋咧就係買一隻128G 嘅 SSD， 我嚟安裝 Windows 嘅系統、字型同埋佢常用嘅一啲軟件。咁至於話其餘嘅嗰啲文件啊、多媒體嘅檔案啊呢啲咧比較牙訂啲嘅咧，我就會建議佢哋咧儲存喺原有嗰隻硬碟，甚至你買過一隻2-3TB 嘅硬碟去裝呢啲大容量嘅檔案咯。咁如果當你要買 SSD 嘅時候咧，咁你都要留意幾樣嘢啦。咁啊，首先咧要講呢個牌子我都未用過嘅我並不是推介呢個牌子，因為我都唔知佢係好定唔好有用開呢個牌子嘅一啲YouTube 上高嘅朋友都可以留言即係俾一俾意見啦或者講下個口碑啊。咁最主要咧就我之前同人裝咧，我係用開 Kingston 或者另外啲牌子嘅，而 Kingston 咧佢亦都包埋一個3.5寸嘅 mount 嘅。咁但係今次我買 Kingston 嘅時候咧，咁佢就話冇包 mount，咁我就唯有咧試下買呢個牌子因為呢個牌子咧佢包埋 mount。咁陣間我都講下 mount 係咩嚟嘅。咁就算同一隻牌子、同一個容量咧，你都可以睇下佢都有機會係有唔同嘅 model 嘅。咁由邊度可以睇到咧？就係佢會有個存取嘅速度嘅分別。譬如講緊呢隻牌子啦Transsion 係嘛？唔知係咪咁讀啦咁有錯嘅咁網上嘅朋友或者可以留言指正下啦。咁佢128G 咧都有兩隻 model 嘅。咁呢隻咧就係個存取速度快啲嗰隻，就345蚊咁慢啲嗰隻咧就賣緊299係真係300蚊樓下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個 budget 要使嘅費用係我第一個優先考慮嘅話咧，咁你可以買嗰隻
咁嗰隻會唔會慢咗少少啊？比起呢隻嚟講啊，應該會啦。咁但係咧相對於傳統硬碟嘅嗰個速度之間嘅分別咧，你用咗嗰隻你都覺得曉飛咁噶啦，都覺得係好爽好快。因為咧你電腦嗰個速度咧其中一個樽頸位咧就係喺你存取資料嘅時候嗰個硬碟呢個物理上高嘅限制啊。咁如果你轉咗個模式，轉咗做 SSD 咧，其實已經係快咗好多啊！咁啊呢隻嘅好處咧就係佢包埋個掹喺度啦。若果你買到一啲牌子佢係冇包掹嘅話，而你又想要呢個掹咧，我早嗰幾年試過去啲鋪頭問咧，賣到80-90蚊都有嘅。咁嗰啲係一啲金屬嘅掹啦嚇，鋁掹啦，一啲膠嘅掹咧都可以賣到40-50蚊嘅啊！咁我最平試過幫人買過一啲金屬嘅掹咧，就佢比較簡單啲啦，得左右兩邊咁樣掹住嗰個 SSD 嘅啫啊！咁嗰個咧就係一 set 就係19蚊。咁而呢個咧就唔使你四圍揾四圍撲啊，佢裏邊已經有埋個掹喺度啦。咁所以如果我幫人砌機或者幫人換嘢嘅話咧，我通常都費事四圍搞啦。一買就係買一個 SSD 咧，嗰個牌子或者嗰個 model 咧係有埋掹嘅啊。好啦，講咗咁耐，咩叫掹咧？呢個就係掹。呢個係 SSD 咧，而呢個就係個掹啊。呢個金屬托住個 SSD 嘅啊。咁我 SSD 咧下邊喺個底嗰度咧有4個螺絲窿位。咁我就係4粒螺絲咧就上住咗落去呢個掹嗰度，咁兩個就於是合為一體啦。然後呢個掹咧喺佢嘅左右兩邊咧各有2個螺絲窿位，嗰邊都有。啊，頭先講嘅所謂掹咧，其實就係令到個2.5寸嘅 SSD 係能夠鑲到喺一個3.5寸嘅傳統硬碟嘅碟槽裏邊，啊，好穩陣嘅。4邊都可以上到螺絲。咁我亦都知道啦，喺網上咧有啲外國人咧，佢係揾一個方法，佢就係用2個呢啲咁嘅文件夾，再加一條闊邊嘅橡筋，再加一支冇用嘅筆桿啊，即係唔要嘅啦，原子筆嘅筆桿。咁佢咧就係利用呢4樣嘅器具咧，好簡單，將個 SSD 咧打直鑲咗喺個架嗰度啊。咁不過咧就個機箱嗰個結構唔同啦嚇，鑲咗落去之後，你嗰隻機箱有冇位再拉翻埋個蓋咧都成問題啦。咁呢啲其實係執生噶啦。咁我點做咧？呢個咁嘅限制，咁我咧就係喺佢個機箱個底嗰度咧係開咗4個窿嘅啊，佢本身開咗4個窿嘅啊。咁我就用其中一粒螺絲咧，就喺機箱個底穿過嗰個窿。穿過埋呢個掹就上咗落去個 SSD 其中一個窿位度，咁仲喐得噶嘛？咁於是咧我就加多2條索帶連起，整成一個圈住咗佢。然後我再加2條索帶咧，係穿過呢個架，穿過機箱個底窿，喺側跟呢度扮翻出嚟，去拉翻緊佢。咁其實呢個唔喐噶啦，已經啊。好穩陣，咁呢個厚度咧，亦都唔影響之後咧，你係蓋翻嗰個機箱嘅側蓋嘅。咁呢個第一樣嘢你要留意嘅就係解決，要開個機箱嚟睇下，要解決咧就係你嘅 SSD 究竟要用咩方法去將佢固定喺機箱裏邊，同埋固定喺邊個位。咁當然啦，如果你機箱裏邊本身都仲有多餘嘅3寸半嘅硬碟槽，咁啊梗係唔使煩啦。咁第二樣嘢你要留意嘅咧，就係同傳統硬碟一樣啦，接駁 SSD 咧喺後邊咧係有2條線嘅，一條闊啲嘅插頭嘅，呢個係電源線，係為 SSD 攞電嘅。最後就會駁到去個火牛嗰度啊。咁另外一條咧就係 SATA 線。咁你留意有啲 SATA 線咧，呢度上高咧有一塊金屬片嘅。呢個其實就係當
吉入去 SSD 嘅時候咧，佢愛嚟鎖死呢條線，等佢唔好喐嘅。咁你如果要掹翻出嚟嘅時候咧，你記得呢塊片咧要撳咗落去，撳實嚟去掹。如果唔係咧，就可能破壞咗佢呢個鎖嘅結構。就係撳實，然後先掹出嚟，左右兩邊搖出嚟啦。咁睇翻呢啲 SATA 嘅電源線同埋插頭嗰度咧，其實你見到裏邊咧係有一個 L 型嘅凹槽嘅，即係裏邊嗰條坑咧係 L 型嘅，唔知你見唔見啦？由右至左打橫一條罅啦，然後喺左邊咧仲有一條垂直落去嘅直槽。咁呢個咁樣嘅設計咧，個目的就係俾你咧啱啱好當吉落去嗰個 SSD 嘅後邊嘅時候咧 ，SSD 嘅後邊都一樣有呢個 L 型嘅接頭位咧，係突咗出嚟嘅，咁就啱啱好俾你吸落去。若果當你調轉咗咧，兩個 L 係唔吻合嘅話咧，你就吉唔落噶啦。咁所以記得咧係睇清楚呢個 L 兩者之間吻唔吻合先好吉落去，就唔好吉唔入都夾硬用力握，咁就難啦。另外嗰條線咧都一樣，不過兩個 L 型嘅擺法咧，打洞嗰條罅咧係唔係一致嘅。咁第三樣嘢咧就係未買 SSD 之前咧，你最好開咗你原本電腦嘅機箱睇一睇，仲有冇其他配件要配合個 SSD 要買埋。例如我朋友呢部電腦咧，佢其實咧嗰啲 SATA 嘅線咧係用盡噶啦，你再買個 SSD 咧，一般 SSD 咧就唔會送條 SATA 嘅線俾你嘅，咁你就額外要自己買過一條。咁亦都佢咧個火牛拉出嚟嘅嗰啲攞電嘅插頭位咧，可以我嚟俾 SATA 嘅傳統硬碟或者 SSD 嘅嗰啲電源插位咧，亦都用晒啦，全部係剩翻呢一種舊嘅頭。咁你又要去順便買多一條接線啦。呢條接線咧就係將傳統嘅頭將佢轉咗落去做呢一啲頭。咁呢個都係你要考慮嘅。第四樣要睇嘅咧，就係喺呢個底板裏邊有冇一啲多餘嘅我嚟插 SATA 嘅位，即係呢啲。即係呢啲啦，呢啲啦。如果冇嘅話咧，咁你再加咗個 SSD 落去咧，你都冇一啲傳輸線可以插到落個底板度去控制 SSD， 都即係冇用。好啦，咁硬件嘅部分咧，其實就係咁樣就已經裝晒噶啦。其實係好簡單嘅，你諗掂個位就得噶啦。一係上螺絲，上落去3.5嘅碟槽嗰度，如果有多嘅話。冇嘅你就諗定固定喺邊度嚟。好啦，跟住落嚟咧就係駁好晒線噶啦。好啦，然後就駁翻晒電腦後邊嗰啲線啦，跟住就可以安裝 Windows 啦。咁我今次同個朋友裝嘅咧就係 Windows 8.1。安裝 Windows 我當然係建議你安裝正版啦。但係如果你話我係香港人，我要按照自己嘅方式安裝我嘅 Windows， 咁我作為一個小市民，我都冇辦法制止你嘅。咁至於安裝 Windows 嘅嗰個部分咧，網上大把呢啲 YouTube 片可以睇啦。咁我就唔花時間去一路拍住點樣安裝啦。好啦，駁好晒機箱後邊嗰啲線咧，跟住落嚟咧就試下開機 check 一 check 裏邊啲風扇點樣先啦。
全部轉動嘅。好啦，開機之後咧就撳呢個鍵盤 F2就入去個 BIOS。入到 BIOS 咧，你仲要設定翻咧就係啱啱 boot 機。咁因為你裏邊有個 SSD 啦，又有原本嗰個硬碟喺度啦，咁所以你要設定翻咧就係啱啱當一着機嘅時候咧，個電腦究竟應該係啟動邊一個先嘅。咁因為我哋打算咧係將個 Windows 成個系統咧連埋啲程式咧係裝入個 SSD 裏邊啊嘛。咁而家我呢隻 SSD 就係120G 啦，係咪？咁所以我哋要啟動翻120G 呢一隻 SSD 先。咁就喺呢度揀。咁我朋友呢部機咧就係大約5年前買嘅。咁其實個規格咧都算唔錯噶啦，以一般家用機你就咁上下網打下字咁嚟計咁就係行 i5 啦，Intel 嘅 i5 啦，RAM 咧就係4G 啦4096K 即係4G 啦。咁我哋要撳鍵盤嘅右箭嘴咧將 BIOS 呢個 main 嗰度咧要褪到過去 advanced。咁呢個唔同底板咧嗰個 BIOS 嘅一啲間隔咧，或者佢裏邊你見到嘅嘢咧，可能有少少分別嘅好啦，撳翻落去 Drive Configuration， 睇下各樣嘅硬碟SSD 等等，睇下啲接線 O 唔 OK， 係咪全部都認到晒先分別有幾個嘅 SATA 嘅 port 啦見到有個1000.2G 咁應該就係嗰個1TB 嘅硬碟啦。亦都見到有個HLDTST 呢個就係個 DVD 嘅 drive 啦。亦都見到埋我哋啱啱吉入去嗰隻 SSD 啦，就係 TAS128G 即係呢個128G 嘅 SSD 啦。Model number 都見到埋啦，370S。後邊有括弧，亦都睇到佢係128G，咁即係冇問題啦。我哋啲接線各樣電腦認到。好啦，睇翻個啟動嘅順序啦。喺我呢部機咧係已經成功 set 好咗咧，係 P2 即係嗰個120G 嘅 SSD 就係啟動先嘅。好啦，成功冇問題咧，可以再撳翻鍵盤嘅右箭嘴，等佢上邊呢度咧。係過去 exit 嗰邊，揀翻 exit saving changes。頭先喺個 boot sequence 嗰度咧，喺個啟動嘅磁碟次序嗰度咧，我哋有變動過，所以要佢咧係儲起佢。exit saving changes，enter。問你 yes or no 係咪真係儲 ？yes。好啦，BIOS 嗰度咧設定好啦。好啦，跟住咧入好隻 Windows 嘅安裝碟啦，然後重新啟動啦。好啦，落埋個防毒。更新埋個病毒資訊就準備裝置型啦。好啦，個 Windows 就終於安裝完成所需嘅軟件亦都搞掂晒啦。睇下究竟有幾脫胎換骨啦由一部5年前嘅舊機，雖然都有不俗嘅規格，而家轉咗呢個 SSD 之後，睇下有幾快。我哋首先試下開機入去 Windows 有幾快。3、2、1，啟動。
咁呢啲就冇變化啦嚇，入 BIOS 啊嗰啲，咁呢啲就唔係個 hard disk 可以控制得到啊，底板問題。好啦，而家入 Window 啦，好快已經嚟到呢個登入畫面。好啦，咁跟住入密碼，就我而家單手入，所以呢個時間就唔計啦。好啦，入完密碼之後，我哋而家撳 Enter 入去啦，睇下會有幾快啦。即刻出，去桌面，即刻出。好，開檔案總管，我的電腦。即刻出，刪返佢先，係 click 一下先 ，click 一下刪返佢。好啦，開 Word 刪返佢，開 Excel 我而家撳呢啲全部係用緊啲快捷鍵嚟撳嘅啫。咁佢開得快唔快就同我快捷鍵就無關嘅不過我唔使用滑鼠慢慢 click 咁解啫。開 PowerPoint 絕對冇剪接，絕對冇加快鏡。再嚟一次開 Word 攞份空白文件打字，係咪好快咧？開 Google Chrome 上網。求其去個網頁睇下啦新聞，轉返英文先。Google 新聞，求其簡單。求其簡單，國際嘅，係咪好爽？動新聞好啦，開套片。就係咁多啦，係咪好脫胎換骨咧？若果你仲係用緊傳統嘅 hard disk 嘅，又已經用咗好幾年嘅話咧，咁我都提醒你嗰啲 data 咧，重要嘅資料、重要嘅檔案咧，咁你處理佢啦。用得3年或以上嘅硬碟嘅話咧，隨時會死嘅。你話唔係喎，我部用咗7年咯喎，個硬碟都仲冇乜事喎，咁第一就可能你好彩啦，第二就可能你比較少用啦，所以冇咁快打柴啦。咁你都盡快處理啦，有心理準備就係佢隨時有事。咁我朋友呢部都係用咗5年，用下呢個 hard disk 咧，個硬碟咧就係聽到 c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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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嘅聲。即係如果你聽到啲 clack clack 聲咧，就都係一個信號咧，表示你個硬碟就嚟死㗎啦。咁自己留意一下。咁若果都係一啲殘舊嘅系統嘅，咁你都係可以考慮咧，就係轉做呢一個加裝一個 SSD 平嘅方案300蚊到咁而家我朋友呢個方案就用咗345蚊，就買咗呢個82G 嘅 hard disk。咁如果你一般用途嘅 Window
例如就只係上下網啊、打下字啊、睇下片啊、睇下 YouTube 啊咁咧，咁裝嗰啲 game 又唔多嘅話咧，即係唔係嗰啲個 file size 好大嗰啲 game 咧，咁其實你買個82G 或者128G 嘅 SSD 咧已經好夠啦。咁若果你裝嗰啲譬如我會安裝好多大型嘅 game 嘅咁好可能咧就係你需要買個256G 嘅啦，咁就大約係500蚊左右，就係咁啦，咁冇介紹錯啊，300蚊令你個電腦脫胎換骨啊！好，咁如果覺得有用嘅，又或者係幫到你嘅，有興趣嘅咁俾個 like 我啦，亦都可以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拜拜！大家嘅支持就係我嘅動力。